爸，我感觉你穿西装看起来真缘投。啊，不过郑凯比你更较缘投，伊都连穿休闲服，看起来就歹呢。别讲啥啦，我哪有阿姐这么缘投啦？你本来就比阮爸较缘投啊。小秋，你也知影呢，迄得奖的唔是恁男朋友，是爸爸我呢。爸，你到即仔嘛才得过一届奖尔，啊，不过郑凯就无共，伊得过足侪届呢，而且都是国外迄种奖哦。我算互你听，法国精品美食展，哦，阿姐，歹势啊，你莫听小秋那边后白讲啊，我得遐奖哦，拢是小儿科尔，是免我家己的金牌奖比啊。你免甲系实的啦，那小秋是我的查某囝啊，真正是哦，迄查某囝饲团拢别人的，我袂记了心拢飞出去。郑凯，你真正免对我爸这样客气。别甲讲啊，阿姐我先出来。像我跟蜜拉背你个还袂一批嘞，讲什么比照办理啊？哎，当然嘛爱讲，我爱讲啦，你哦，就摕这颗做模样就对啊，安尼我就了阮小东。好啦，莫讲蜜拉啦，我即摆要直播啊吼。哎，小东啊，俺家人庆祝就好啊，那会就要开什么直播给大家看嘛？哦，我今仔日下晡的直播点阅率破万呢，爸，你红啊啦！你看，哦，哎，大家都在问讲今日主厨是谁呢？哎，真是的呢！这点阅率破万，等于是哦，有超过100人看到。啊，若是这上知影这个影片的人哦，就是1万人的几啊倍啊呢！哦。哎，咱紧看嘛，看人问哦，咱这牛肉面店伫倒位吧？好，我来看留言。哦，川主厨1的2厨是谁？桂球米酒炖牛肉食谱。川主厨1的2厨好帅，喜多几斤的米酒炖牛肉，我也要去朝圣。哎，安那拢问郑凯啦，安尼你去领奖就好啊。吼，安尼哦，6块查某囝就煞，含我后生也要甲我怪掉，无意无顺呢。咪啦，你是用找做麻烦哦，若无我头过来讲的。主办单位的联络人方小姐。哦，嘿，方小姐，安怎是？歹势啦，这换搁搅扰你，是安尼啦。我有继续咧追踪得奖的金牌牛肉面，逐间的采访甲直播，阮发现点阅率上悬的，就是恁4季牛肉面店。啊，有一位直播主，下晡的时阵就已经破万啊，即卖已经超过2万的点阅率啊。哦，对啊，迄就是阮下昼吼在店内做直播啦。啊，即摆是毋是网友想要来阮店食面咧跪求店名对吧？是啦，而且伊拢指明要请迄个义厨做法式牛肉面互因食。阮头拄啊紧去开会，主办单位想要请迄个义厨来作为牛肉面节的活动嘉宾，安尼买到互恁4季牛肉面店。安那雄雄将电话切掉啊？哦，无啦，啊，就声音气体叫，但是咧讲啥听无啊？这个主办单位哪强哈？要找活动的嘉宾，你要找我这个头家才对啊！国宝阿青师呢？啊，来想要找郑凯，你头壳歹去哦！要找恁家己去找，我才不爱替恁家讲呢。